呢兩日最矚目嘅轉會呢，相信就係曼城據報用接近1億1600萬鎊呢，喺諾定咸森林呢收購咗艾利諾安達臣。咁當然啦，仲要過埋體檢同埋其他正式程序呢，先算係完成嘅。咁呢個轉會費呢，將會係曼城隊史入面呢最貴嘅收購啦，亦都令到安達臣呢成為史上最貴嘅英國球員。咁你第一眼見到呢，就會問吓，艾利諾安達臣啫喎，咁都值億幾啊？佢又唔係一季入10幾球嗰種進攻中場，亦都唔似洛迪咁樣咧，拎住個波咧就會一個人咧指點晒成個中後場嘅江山。咁所以咧呢單轉會咧，我覺得唔應該淨係問咧值唔值呢個天價，更加值得問嘅咧就係以下幾個問題咯。咁第一，曼城究竟買咗一個咩類型嘅中場翻嚟咧？第二，佢係咪洛迪或者貝拿杜斯華接班人咧？第三，當馬列斯卡接手曼城之後咧，個中場會唔會根本變成另一種踢法？所以曼城咧點都想搶咗安達臣翻嚟先。咁今日咧就短短地同大家分析下啦。咁 by the way 記得 subscribe 啦。你中意我堆片嘅話，咁咪之後入嚟吹下水咯。唔攰我嘅話，都要入嚟鬧我幾句，俾你 happy 下咯。咁我去翻正題啊。艾利諾安達臣咧就唔係一個一眼睇落去咧就覺得勁到癲嘅球員嚟嘅。你睇佢入波同埋做咁數據咧，都好明顯咧，知道佢唔係下一個迪布尼啦。你睇佢踢波嘅時候咧，佢都冇貝拿杜斯華咧嗰種咁犀利嘅技術嘅。但係佢最值錢嘅地方咧，就係佢喺中場咧可以做到好多樣唔同嘅事，而且咧亦都做得唔錯。咁咧佢可以搶波啦，1對1嘅對抗能力咧唔差嘅，亦都好肯跑去爭 second 波。搶到波之後咧，又唔係淨係好安全咁樣交翻俾中堅就算嘅。佢有能力自己將個波帶上前啦，然後咧打穿咧對方第一度嘅防守啦。咁咧再將個波咧送去中前場嘅。咁咧對手想反擊嘅時候咧，佢亦都跑得切咧翻去補位。咁咧當個比賽形勢比較亂嘅時候咧，佢亦都唔怕撞啦，唔怕同人冚啦，亦都唔怕做最辛苦嗰個嘅。咁講白啲啊，咁佢咧就係一種好現代嘅攻守兼備，亦都有大範圍覆蓋能力嘅中場咯。咁咧上季喺森林咧，佢其實係全隊咧好重要嘅組織點之一嚟嘅。佢唔止經常翻後接波啦，亦都係森林製造機會最多嗰批球員之一。好多時咧見到森林由守轉攻咧，第一個將個波帶出嚟，或者揾到向前傳波路線嘅，正正就係艾利諾安達臣啦。所以咧佢唔係一個純跑狗啊掃蕩型嘅防中，佢係一個咧有腳下功夫啦，有向前意識，又肯做防守功夫嘅中場。咁呢個人咧依家真係越賣越貴啦。不過咧其實咧佢唔係一夜之間冇出嚟嘅喎。雖然咧好多人咧可能近呢一年咧先開始留意佢，因為佢喺森林踢到主力咯，亦都入選咗英格蘭國家隊。但係其實咧佢以前喺紐卡素咧嘅天分咧一直咧都係俾人睇好嘅。咁咧佢喺紐卡素咧其實咧都已經踢過2個完整嘅英超球季㗎啦。咁啊聯賽加埋咧就有40幾次上陣啦。但係咧喺佢離開之前嗰季咧21場聯賽入面咧就得10場係正選。而轉會去到森林之後咧，咁咧佢就揾到最重要嘅一樣嘢啦，就係咧有連續正選嘅機會，咁咧就令到佢咧真真正正咧可以每個星期都踢啦。咁咧對住唔同對手咧都有得踢喎，而且咧場場咧都係踢中場最攰啊、最易俾人針對嘅嗰個位置。咁咧對佢嘅成長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咁咧佢上季咧就踢足晒森林咧全部38場英超比賽啦。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好值錢嘅，因為咧你可以有天分、有技術。但係如果你成日傷嘅話咧，咁個價值咧就即刻跌咗一大截㗎啦。咁所以安達臣咧吸引曼城嘅地方咧，唔淨止咧係佢有能力咯，仲係咧佢有一個非常之高嘅出勤率。咁當然啦，佢咧唔係洛迪嘅接班人嚟嘅，因為洛迪咧最勁嘅地方咧，從來咧就唔止係搶波，係咧當對方壓上嚟嘅時候咧，佢可以咧喺中堅前面咧現身拎波，然後咧做打傳啊、分邊啊或者自己咧箍住個波。但係咧，當對波踢得太急嘅時候咧，佢亦都可以幫你拉翻馬節奏喎。而且對方打反擊嘅時候咧，洛迪咧往往都知道咧點樣企喺適當嘅位置啦。有時咧又會識得上前去攔截啊，或者咧用下戰術犯規，咁咧就令場波咧停一停。咁講白啲啊，洛迪咧就係中後場嘅指揮官，亦係咧曼城嘅定海神針。但係咧，艾利諾安達臣咧暫時咧就唔似咁咯，佢係更加似一個可以將比賽強度拉高嘅中場。因為咧佢識咧向前搶波啊嘛，亦都咧識大波推進啦，去補翻邊路嘅漏洞，而且咧用佢大範圍跑動嘅能力咧去遮線。但係咧你要佢一個人咧坐陣喺後面咧90分鐘，好似洛迪咁樣控制成場波嘅節奏咧，我覺得咧就唔係佢最強嗰一範啦。所以咧我會話咧安達臣咧依家一刻咧更加似一個咧可以令洛迪咧唔使再一個人做晒所有嘢嘅拍檔咯。而最合理嘅用法咧，其實就係洛迪鬥後翻少少啦，安達臣咧就喺前面咧多跑啲。
咁咧，曼城近年最大問題咧，其實唔係洛迪唔夠勁啊，而係太過依賴佢啦。而且咧，洛迪咧有時都會傷，所以個狀態咧就唔夠好。咁咧，就算佢出到嘅時候咧，洛迪咧只要一俾人重點釘死啊，或者你要佢一個人應付太多跑動咧，咁咧曼城成個中場結構咧就會出現問題㗎啦。但係咧，當艾利洛安達臣加盟之後咧，咁你可以想像咧就係一個雙中場核心咯。咁咧就洛迪負責做打傳啦，控制節奏啦，守住個中路。咁啊，安達臣咧就負責向前壓啊，爭 second 波啊，補翻個邊路漏洞啊，帶波推進。咁啊，啱啱都提過咧，所謂嘅雙中場核心啦。咁其實咧呢一個 concept 咧就同馬列斯卡嘅戰術思路咧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咧佢喺車路士嘅時候咧，表面上咧就成日擺一個4-2-3-1嘅陣式啦。但係咧當自己球隊控穩波嘅時候咧，嗰兩個中場就唔係一齊企死喺中後場嘅。咁馬列斯卡其實好中意咧叫一個閘位內收啦，咁啊令中路咧多一個支點。於是咧中場嘅角色咧就會分工得咧比較清楚。咁咧卡些度咧通常咧就係較後嗰個啦，咁啊負責搶波啊、補位啊、保護防線啊、幫你接打傳咯。咁啊安素費南迪斯咧就會推得更加高，入 half space 後速入禁區做最後一傳，甚至乎咧有時咧其實更加似係一個前插咗8號或者10號球員。咁所以去到曼城咧，我唔覺得洛迪加安達臣咧會有兩個都一齊墮後，做一個好似好傳統嘅雙防中。而且仲有就係咧，安達臣咧都唔係貝拿度施華嘅替代品嚟嘅，因為頭先講過啦，佢都冇貝拿度施華嘅技術咁犀利。但係咧，貝拿度施華嚟個隊之後咧，曼城失去咗嘅唔止係技術咯，亦都失去咗一個肯跑啊、肯追、肯做 dirty work，而且可以踢右邊8號翼鋒幾個位嘅人。咁安達臣咧就可以補翻咧一部分咧呢種硬淨啊、爛打啊、肯做 dirty work 嘅成分。咁咧，當曼城俾人逼嘅時候咧，場面開始亂咧。前面啲技術球員咧就未必有時間跑翻嚟啊嘛，但係至少咧你而家多一個咧肯跑、肯撞、肯追、肯保衞嘅中場，咁呢一部分咧就有少少似貝拿度施華嘅。咁最後啦，1億1600萬鎊值唔值咧？咁老實講咧，我真心覺得太貴嘅。咁你可以明白點解佢啱曼城，亦都可以欣賞佢踢得咁全面。但係呢個價格太高咧，係因為安達臣始終未真係踢過傳統大會啊嘛。佢亦都未真係證明過自己可以喺一支每年爭英超、爭歐聯嘅球隊入面咧，成為一個真正嘅中場核心。而且去到歐聯淘汰賽呢啲級別咧，對住頂級中場，究竟安達臣仲可唔可以長期都做到咁多嘢，仲踢翻出喺森林嗰種影響力呢？咁呢樣嘢咧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但係曼城今次買嘅咧，就係其實買咧安達臣咧得23歲啦，仲有上升空間，而且咧佢都證明咗咧可以喺英超立足啦。佢咧可以踢6號、8號，甚至咧較前嘅位置嘅。咁頭先講過啦，佢有對抗力、跑動同埋推進能力嘅。最重要就係咧，佢有英格蘭本土身份啊，而且咧比較少傷。但係同時間咧，Sky Sports 咧亦都提到咧，安達臣呢個成交價咧會直接影響咗其他中場嘅估值咯，例如東拿利啊、班奴古馬雷斯啊、M 費南迪斯啊、艾力斯史葛啊呢批人咯。因為森林咧可以賣到1億1600萬鎊。咁其他球會都一定會問我個中場憑咩要平放俾你咧？所以咧我唔敢話曼城咧做壞個市，但肯定會令之後想買中場嘅其他球隊更加難咯。因為你自己有錢啫，唔代表其他球會都學你咁有錢噶嘛。咁所以最後俾我總結啦，我就覺得安達臣咧就唔係買翻嚟話做所謂嘅洛迪啊或者貝拿度施華嘅接班人嘅。咁咧佢更加似咧其實咧就係曼城由哥迪奧拿時代走到去馬列斯卡時代咧，中場風格開始轉變咧嘅第一塊重要拼圖。而1億1600萬鎊買嘅，我自己認為啊，其實就係咧曼城唔想等到洛迪真係完全踢唔到退落嚟啦，先至開始揾下一個答案。所以咧依家咧就天價搶咗安達臣翻嚟先，咁咧就俾佢提早咧融入曼城咧嘅呢個重建工作啦。咁我唔知你又點睇咧？不妨 comment 留低你嘅睇法啦。如果你中意呢類足球分析嘅，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去啦。咁我之後咧會繼續講足球分析啊、足球故事啊、足球冷知識同埋足球與科學嘅，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